你根本就是一条虫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鄂必齐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老大，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。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。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。
谢谢。我不能和你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康熙的骗了我，康熙的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环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积弊。环美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环美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环美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。老大。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儿话。
老大，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世淑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，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，相信他会明白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，行吗？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。奴婢啊，跟皇上是尊卑有别，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，冒犯龙威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。没有，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。哦不，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。只要您龙族一抬啊，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。是吗？那你昨个还骂朕是个骗子，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。奴婢得了失心疯了，求皇上治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老大，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，好吗？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，整顿吏治吗？朕想，朕做梦都想。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。太皇太后说的对，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。朕只能徐徐图之，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。二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赶路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，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。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。来，二公子请。倩影，倩影，叶兄弟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所以说这就是缘分。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，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。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。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，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，让我来投靠二公子。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？这还用问吗？求之不得啊！请。
这一纵队向左，这一纵队向右，啊！开始攻城！哈哈哈哈！老爸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看我了，我要吃的。老爸，我是一欢，我来看你了，给你糖吃。我要吃的啊！好吃，真好吃。玉欢，玉欢是谁啊？我要吃，好吃，我好吃。我的糖。老爸，乖，不能再吃了，这个不能再吃了啊，乖，不能吃了。哎，这还有呢，鳌拜，还有呢。鳌拜，你看，这是桂花糕，给你的。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他抢我糖，不好。哎，好吃，好吃。猪哥哥，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。好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要杀出去。鳌拜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把吃的放在这儿，你自己慢慢吃。你们下次来看我，再吃了。我还要。走吧。好吃，吃完了我们杀出去。以前呢，我觉得鳌拜很残暴，很可恨。可是他疯了以后，今天又看到他这样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。你觉得他可怜，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。他这一生，前半辈子替亚勋爵罗一族打天下，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，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。鳌拜这一疯，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，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。现在形势很复杂，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用奇去了云南，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。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，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，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。欢妹，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，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。走吧。来看一看啊，都是自家做的，带一个回去吧。看一下这个。真没想到，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，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。对啊，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，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。你爹是不是很凶啊？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因为是军人出身，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。说实话，我每次见到他呀，我心里还会发怵的。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对我和我娘，他心里啊还是很疼我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，但我相信，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。对啊，清扬，你真是善解人意。二公子辛苦了。
王爷有命，要二公子一回来，速去复命，不得耽搁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叶兄，倩影，我娘和我喜欢清静，所以自行冠礼之后，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。这样甚好。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，只怕我们兄妹二人还不敢踏入了。吴嬷嬷，这位是叶兄弟，叶姑娘，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。二公子放心，昨一接到消息，我就准备好了，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让你准备的药材，你准备齐了吗？大多都准备好了，都是双份，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。倩影，你看，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，咱们可找齐了。可是，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，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。皇上那边啊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。叶兄，倩影，我还有要事，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。你们先到府上安顿，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，等我晚上回来，再给你们接风洗尘。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，不必以我们兄妹二人为念。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，看来定是有要事。叶公子，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看看，还有什么短缺的？哦，没有了，都挺好的，有劳了。那叶姑娘且先安歇，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。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。你家主母是？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，二公子的娘亲。请。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家主母喜欢清静。叶姑娘，这边请。主子，叶姑娘来了。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。不必多礼，看茶。是。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，优雅端庄，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，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。我琪儿在家书上说，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。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。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，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，我心里好生感激。王妃言重了，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。叶姑娘，你虽说是江湖儿女，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，落落大方。我一见你，心里就好生欢喜。叶姑娘，你还是第一次来滇渡吧？
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，等我琪儿忙完公务，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，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。多谢王妃。千阳，千阳，怎么样？在这儿住得惯吗？要是缺什么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 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、玩物和金银首饰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。那就好。二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去交差时，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。你一路上这么辛苦，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？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。什么金钥匙啊？千阳。 你还记得吗？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，有一把金钥匙。当时你打开盒子看，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。你捡起的东西里面，就有那把金钥匙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，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。莫非是舒总兵？ 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，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？不错。后来书剑遇刺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。我父王为此责怪我，说不好向朝廷交代。哦，这书剑遇刺一案，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。 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，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，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。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，没想到办成这样，我心里很是自责。英奇，对不起。 是我盗走了金钥匙，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。就算我告诉你实话，你只怕也不会相信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雪肤膏。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，就一定会为你做到。